咗咧表揚呢啲音樂界內嘅朋友嘅過去嘅一啲工作咧，咁我哋咧喺第5屆嘅10大中文金曲開始咧，已經係設立咗呢一個最高榮譽嘅金針獎，以表敬意嘅。既然頒個咁隆重嘅金針獎，我哋都揾一個江湖地位好崇高嘅人物嚟，佢就係喺文化界方面咧好有貢獻嘅明報集團董事長查良鏞先生，有請。查生你好，咁啊，當好多人知道你今日上嚟頒獎之後咧，就託我問你一句説話，就係最近咧就聽講你話準備退休啊，咁啊好多人話已經即係懷念你嘅一個啲武俠小説好耐，問你退休之後咧會唔會寫翻幾本喎？我而家已經退休咗啦，退休之後可能會寫小説，不過唔係武俠小説啊。哦，唔係武俠小説，係咩小説咧？咁樣？而家係諗緊啊，仲係要寫作啦，唔係一件事都唔做噶，就報紙就唔辦噶啦。哦，咁樣樣。查生唔知有冇興趣填下詞咁咧？係咯，多啲頒獎咯，咁第日啊嘛，或者多啲領獎咧，出年嘅最佳中文流行歌詞獎可能係查生攞都唔定啊嘛。好啦，而家請阿查生宣讀得獎者啦。哇，好緊張。麻煩阿查先生。好啦，而家宣佈係嘛？第12屆10大中文金曲金針獎得主徐小鳳女士，冇錯，小鳳姐，恭喜晒小鳳姐！哇，好靚啊！恭喜你小鳳姐，恭喜金碧輝煌，恭喜晒小鳳姐！好啦，咁啊，請阿查生咧將呢個非常之重嘅呢個獎，係呢個金針獎咧就係頒俾小鳳姐啦。今日我哋鬥過嚟捉有成20幾磅咁犀利嘅小鳳姐嚇，好啦，咁啊麻煩你係，交俾佢係。阿小鳳姐嗱，得到金針獎咧，你嘅感受係點咧？首先，我好多謝廣大嘅樂迷俾我嘅支持，更加多謝香港電台同埋寶麗金唱片有限公司。最開心嘅一樣呢，就係由我嘅偶像查良鏞先生頒呢個獎俾我，係我嘅光榮，非常之多謝查生，多謝你。喺漫長嘅歌唱生涯裏邊，我唔敢講我有啲咩建樹或者係成就，我只係知道我唱咗無數嘅歌曲，唱盡人間嘅悲歡離合。喺呢啲歌裏邊，我覺得有啲歌好似喺度講緊我咁樣，有啲歌好似喺度教緊我做人。從呢啲歌裏邊，我學識咗好多好多嘢。久而久之，我就搞唔清楚啦，好混亂，都唔知道究竟歌係我定我係歌。但係有一樣嘢我一定要清楚嘅，就係今晚呢個獎係你哋俾我嘅，好多謝你哋俾咗一個好清楚嘅獎俾我，好多謝各位。恭喜徐小鳳小姐，亦都多謝查良鏞先生同我哋頒獎嘅。何必呢？何必呢？可知一切他朝都會身外過，得的多還失的多，升得高啲終於都會低如多，何必呢？似是
跟你淡然退，無奈此去不易。看着我一臉茫然，與眼中困惑，你不忍轉身去，無讓往日情來留住你，為何克制自己？相看卻不語，可知道全為捨不得你。前望我不愛當懷舊，名利我可以輕放手，是我的雖失去他日總會有，不君全令尋求，難辨你的愛真與否，緣盡我可以輕放手，若你的心想變怎樣都會變，想要投影那流，渴望是心中富有，和你不幸意追求，請收起溫馨的愛意，留在心中好像神丟走，全場要經過春與秋，內心也經過喜與憂，讓我一生擁有輕鬆節奏，心裏無用無求。好多謝你。其實我諗講你都唔信啊！當我知道我會攞你嘅獎嘅時候咧，唔怕老實話俾你聽啊！我真係有好多晚瞓都瞓唔着嘅。某夜纏住沒法入眠，浮於漆黑裏你的臉，無聲而能，但沒法觸摸，消失於這昏暗光線。每一個夜，漫長夜，是億千遍，仍想起昔日每一天，是因無力為我沖淡思憶，天天都背上你千遍。曾經天天見，哪知你重要，如今方知道缺少你心困了。夜寂寞靜悄蔓延，愁思充斥了每一天，何時何地會跟你相見，只盼望等到有一天，只盼望可跟你相見。其實今晚喺呢度有好幾位朋友咧，我係好想多謝佢哋嘅。
因為喺過往咧，佢哋都為我寫咗好多好多好靚嘅歌。我可唔可以同我攞我嘅獎出嚟？我想同佢哋一齊啊！咁點咧？我點樣可以分到俾你哋咧？咁樣啊 ，OK。哦，唔好，我一定要分俾你哋嘅。嗱，盧國沾先生呢件係你嘅，蔡國權係你嘅，歡原諒 ，thank you， 多謝你。仲有呢邊係鄭老師，多謝你啊！等我一陣啊嚇，阿黃霑唔該晒，向少偉先生多謝你，仲有卡龍。我好可以同佢哋一齊分享呢個獎，我覺得係我嘅榮譽嚟嘅，非常之多謝佢哋，好多謝你小朋友，要唔要食啖啊？哇，好怕醜啊！好多謝你啊！我再一次衷心咁，好多謝你哋歷年來咁耐心對我嘅支持，我會繼續努力為你哋唱你所喜愛嘅歌曲。多謝你哋。多謝。經已在這圈中轉到這年頭，只感到在這圈中經過順逆流，每顆冷紅眼光，共每聲有善笑聲，夢兒一一上頭。相信是靠雙手找到我欲求，每一串汗水伴每一個成就，從來得失我睇透。好多謝徐少康小姐。今日我哋馬上咧有一個簽名嘅儀式喎。係，阿小公姐，小公姐，呢度咧呢塊咁大金唱片咧，我哋有齊我哋過往11屆嘅得獎金曲，其中好多係你嘅原來。多謝。係啦，呢個時候咧，我哋敦請台下所有嘉賓、歌手、新人同埋所有台前幕後嘅工作人員上台，喺呢一張金唱片上面簽名，係要嚟表示咧大家咁多年嚟對我哋中文金曲嘅支持同埋參與嘅。呢張金唱片咧係象徵咗80年代已經順利過去㗎啦。我哋喺呢個時刻，除咗對80年代嘅歌壇致敬之外，亦都希望90年代嘅樂壇將會有一番新景象嘅。一定。好啦，呢個時候咧，咁多位嘉賓咧可以上台開始簽名㗎啦。好，我哋請咁多位嘉賓，今日我哋嘅頒獎嘉賓，我哋嘅專業評判，我哋嘅在座嘅嘉賓請上台，請上台。同時我哋請廣播處長張敏儀女士咧上台陪同阿徐小鳳小姐一齊喺張金唱片度簽低個名留念嘅，有請張小姐。大家一齊上嚟簽名啦！係，請唔該晒詹叔，兩位詹叔添。好，大謝小鳳姐。
我覺得咧，淨係獻花俾你就唔夠嘅，咁一定要請一位朋友，亦都同你非常之有關係。而咧佢亦都同金曲咧非常之有淵源，因為佢攞好多金曲嘅。咁亦都係第12屆嘅金針獎得主。我哋請佢出嚟頒個獎俾你好嗎？咁有份量嘅當然係徐小鳳小姐咧。徐小鳳小姐。鄭老師，歡迎小鳳姐，能夠冇事嘅，小鳳姐，係冇事嘅，呢度乾嘅呢度。阿妹話冇事嘅，我哋企過啲啦。係啊，能夠喺呢度咧係頒呢個獎俾鄭老師咧，實在係我嘅榮幸嘅，恭喜你鄭老師，好多謝你為大家同埋為我咧都寫咗好多嘅歌曲嘅，多謝你嘅。好，請頒獎，請你笑納。好嘢啊咧嚇！恭喜鄭老師。恭喜鄭老師。好啦，咁小鳳姐咧曾經咧亦都係提名過鄭老師，咁亦都咧曾經攞獎嘅時間咧亦都係分過獎俾鄭老師。冇錯啦。咁我諗小鳳姐就冇理由淨係頒個獎㗎，咁今晚點都要即係咁喎。我知你想講乜嘢㗎啦。係嘅，因為喺咁多年嚟咧，鄭老師咧喺幕後咧真係非常非常之俾我嘅幫助好大好大嘅，咁時時咧我哋聽到佢嘅歌詞咧，我發覺原來係無形中咧喺不知不覺之間咧，佢嘅歌詞成為我生活中嘅座右銘嘅。咁我係咁不如咁啦，我想唱一首你其中嘅一首金曲，可以講係你第一首，亦都係我第一首嘅金曲，唔知大家仲記唔記得啊？一定記得嘅，搞風搞雨嗰首啊嘛。風雨同路啊！小鳳姐，小鳳姐，我最中意嘅係呢幾句。今天這相親，哪知他朝不相分，地老天荒轉眼因而泯。不必怕多變幻，風雨同路見真心，如缺一樣成塵。我哋仲有梁日超先生同我哋作口琴嘅演奏。此時歡笑，此時苦困，怎麼分開假與真？恩怨不分，愛仍有恨，明亮背影有黑暗。往事不記，往事不理，一生幾多苦與甘。珍惜今朝，盼望以後，同渡困苦與厄困。今天這相親，哪知他朝不相分，地老天荒轉眼因而泯。不必怕多變幻，風雨同路見真心，如缺一樣成塵。多謝你鄭老師。此時歡笑，此時苦困，怎麼分開假與真？恩怨不分，愛仍有恨，明亮背影有黑暗。今天這相親，哪知他朝不相分，地老天荒轉眼因而泯。不必怕多變幻，
首歌咁有意義，我哋希望其他歌手都一齊唱嚟，好唔好啊？令到樂壇更熱、更光、更美、更善。似歡笑，似是苦困，怎麼分開假與真？恩怨不分，愛亦有恨，明亮背影有黑暗。真怕是他朝不相分，地老天荒不轉難因疑問。不必怕多變幻，風雨同路見真心，如缺一樣誠誠實，如缺一樣誠誠實，如缺一樣誠誠非常之多謝小鳳姐，亦都再次一次恭喜鄭老師，恭喜鄭老師恭喜！今次得獎，我好多謝每一位幫我合作嘅歌星、作曲家、唱片監製同埋傳播界嘅朋友。我特別要多謝嘅係我任教學校一位退咗休嘅校長蔡華昌先生。如果當初喺我起步嘅時候冇佢嘅扶持，我係唔會有今日嘅日子嘅。最後係多謝我嘅太太喺咁多年嚟同甘共苦、風雨同路。多謝大家。恭喜鄭國江老師。咁我諗我哋要請多一個朋友，呢個朋友同金曲其實係非常之有緣，因為佢係攞得最多金曲嘅歌手。雖然最近好少露面，咁啊佢係我亦都係大家嘅好朋友。我哋有請譚詠麟先生。攞過嚟啊！嗱咁啊，唔經唔覺啊，15屆啦，咁啊你啊攞咗咁多屆啦，咁啊而家15屆你有咩感想？咩都感想㗎啦，啊得唔得啊？哇呢個啲聲靚好多呢啲，其實咧即係睇見而家樂壇咧就係咁競爭得咁刺激啊，咁啊咁玩得咁高興啦，我覺得即係當日我哋嘅決定都冇錯到啊！我哋10週年嗰陣時就已經話退休啦，而家轉下眼就唔。我冇講過退休啊！你講乜我喎？即係唔攞獎啦，唔攞獎啦，係咪？唉！而家有冇後悔咧？冇後悔啊！我發覺而家真係好好玩啦嚇，起碼佢哋而家爭得好刺激、好劇烈啊！咁我覺得係好事嚟嘅，因為個世界係要咁個巨輪係要轉住先得嘅，啱嘅。多謝校長訓話。咁啊，大家睇到啦，咁啊，除咗四大天王之外，呢4大天神咧喺度，咁啊，譚詠麟啦、阿妹啊、徐小鳳啊，咁啊，林子祥喺晒度。既然咁高興，不如我哋開個 party 啦 ，Eric。好啊，咁我哋請埋曾志華、阿叻啊一齊推個蛋糕出嚟。係，冇錯啦。咁啊，一定要請我哋廣播處處長張敏儀小姐上嚟。冇錯，係。咁啊，為我哋主持嚇。喺度咧，我哋因為樂壇喺金曲裏邊咧已經進入咗15年啦。咁我哋而家每台上面嘅歌手咧都拎住一支電嘅蠟燭，或者請佢哋將嗰支蠟燭插喺呢個蛋糕上邊，象徵我哋過往嘅14年啊！將個蠟燭先，大家揀啦。唔該 Sally， 唔該陳淑華，唔該劉德華，唔該郭富城，唔該陳慧嫻，唔該徐小鳳小姐。好啦，唔該黃正文，唔該張學友、吳國敬、黎明。好啦，第15支我哋請張敏儀小姐同我哋亮起嘅，代表我哋金曲去到第15屆，邁向第16屆㗎啦。樂壇就係15年，插咗呢支蠟燭之後咧，就更放異彩，發熱發光。Eric 啊，不如咁高興請埋我哋啲新人得主出嚟好嘛？好啊，我哋請埋我哋嗰啲最有前途新人獎嘅金銀銅獎嘅得主上台啊！首先銅獎嘅劉小慧、劉宇達、演夢同埋鄭伊健。向銀獎嘅湯寶如、張偉健，仲有金獎嘅葉玉卿同埋林志榮。哇！有15個蛋糕掟啊！我哋請埋頭先表演嘉賓黃霑、梁日超先生。請頒獎嘉賓上嚟啊，四哥，好，請上嚟玩啦，一齊開 party 啊！
亦都有請人社醫院主席何顏素雲女士、政務司孫明揚太平紳士、文康廣播司蘇耀祖太平紳士一齊上台祝酒。落嚟咧，呢一個咧可以話係樂壇嘅一個嘅大獎，一個榮譽嘅獎項啊！啱，就係金針獎啦。所以你一定要預埋我咯。預你，梗係預你，一定要預埋我上嚟。梗係預你，梗係預你。喂，咁啊頒金針獎要請嘉賓㗎啦噃，梗係啦，係啊。呢位嘉賓咧可以講話獨一無二，點解咧？因為喺咁多屆我哋頒嘅金針獎裏邊咧，佢係唯一第一位，亦都係女性嚟嘅。咁呢一位咧就係徐小鳳小姐，小鳳姐，我哋今晚請佢嚟同我哋做呢個特別嘅頒獎嘉賓，但係喺佢未出現之前，請大家欣賞下當年啊，佢同我哋頒獎嘅嗰個片段先嚟，好唔好啊？第12屆十大中文金曲金針獎得主徐小鳳。恭喜晒小鳳姐！哇，好靚！恭喜你，小鳳姐！恭喜金碧輝煌！恭喜晒小鳳姐！其實今晚喺呢度有好幾位朋友咧，我係好想多謝佢哋嘅，因為喺過往咧，佢哋都為我寫咗好多好靚嘅歌。好，我一定要分俾你哋嘅。嗱，盧國沾先生呢件係你嘅，蔡國權係你嘅。歡迎亮 ，thank you， 多謝你。仲有呢邊係鄭老師，多謝你啊！等我一陣啊嚇，阿黃霑唔該晒，向少懷先生多謝你，仲有卡龍，我好可以同佢哋一齊分享呢個獎，我覺得係我嘅榮譽嚟嘅，非常之多謝佢哋。睇完片咧就覺得好似似乎分漏咗一個喎。好，我哋即刻請徐小鳳小姐。我哋上去迎接啦！歡迎你，小鳳姐，你好，你好，你好，美貌如昔喎，完全冇變喎，小鳳姐同正話啲片。其實我好似覺得上一次咧頒呢個金針獎嘅時候咧，我係頒漏咗一位歌手嘅。頒漏咗一個。咁年尾嘅時候補翻數啊，最今晚補翻數咯，好嘛，小鳳姐，好唔好啊？咁呢位朋友你介紹佢啦，好唔好？亦都係我嘅偶像，就係阿 Lam。阿 Lam 年度嘅金針獎得主林子祥。恭喜阿 Lam！阿 Lam 得呢個獎可以話實至名歸，阿 Lam 喺樂壇20年裏邊，亦都可以話係多才多藝嘅一位歌手。好多歌曲都係佢創作，佢唱自己嘅歌，亦都好有獨特風格嘅。好啦，咁啊今日咁開心，不如咁啦，我哋真係好難得有呢兩個金針獎嘅得主一齊同台精蚊拍，好唔好啊？大家好唔好啊？一個好好嘅機會，好唔好啊？兩位。亦似是無歷史，情懷也變了，無風往日似，難換換無能爭辯。故事又像天意繞着我，餘情好比晚霞冷天。你要看看飛花風裏
誰料，夜幕又在天空降下了，天邊星宿還在照耀，我要看看星光的背影，願似白雲在飄，我願將風雲輕輕地飄遠了，拋開一切好逍遙，我願將狂潮高聲的哭與笑，哪懼明日多風雨。又像輕易繞着我，餘情好比晚霞冷掉，你看片片飛花風裏飄，身邊枯枝紛碎了，夜幕又在天空降下了，天邊星宿還在照耀，我要看看星光的背影，願似白雲在飄，我願將浮雲輕輕地飄遠了，拋開一切好逍遙，我願將浪潮高聲的哭與笑，哪懼明日多風雨，我願將浮雲輕輕地飄遠了，拋開一切好逍遙，我願將狂潮高聲的哭與笑，哪懼明日多風雨。恭喜阿爹，恭喜你，恭喜晒！咁喺呢個時候，我哋請晒咁多位歌手，今晚所有出席嘅歌手，作詞作曲嘅，以及咁多位歌手一齊嚟啦！有咁多位嘉賓一齊上嚟聽下呢張成績表啦！哇！真係睇下呢個陣容就知道鼎盛啦一時冇兩啊！唉，所有樂壇啲猛人嚟晒，即係94年全部唱得嘅、作得嘅、寫得嘅都喺晒度啦。喺晒呢一度。咁啊，究竟呢個傳媒大獎花落誰家？稍後揭曉。不過呢個時候要請我哋嘅頒獎嘉賓喎，係咪？咁重份量嘅獎，梗係請個好重份量嘅人出嚟啦，係嘛？嘉年，請邊個好咧？咁快啲叫佢出嚟啦，好嗎？咁有份量嘅就係我哋嘅中國歌后白江小姐，請大家讓開少少喺中間，華仔後邊讓開少少，係啊。白光姐同大家講幾句説話。唔簡單啦，唔係白光姐啦，年紀大了。本來我昨天來的時候聲音還很好，我帶傷風啊，而家喉嚨啞咗啦。咁白光姐姐話佢咧而家傷風啊，但係咧，琴日身體都好好，啱啱就大傷風，可能頻撲啦。現在我開始跟大家說話。而家同大家講句說話啦。諸位親愛的來賓、女士、先生們，即係唔使翻譯啦，大家都聽得明。還有那很多很多的小妹妹們，
今天可以来参加香港电台主办的这么盛大的聚会，我觉得很荣幸，很快樂。我們也快樂，快樂。阿叻最開心啦，捉住阿叻嘅手唔放。這麼多年來，我的親愛的知心人給我這麼多的愛護跟關懷，我非常的感謝。我更感謝我的朋友們和我的親戚一直很好的照顧我，所以呢，現在老太婆也上台來了。你不老，一點也不老。多多的支持，不要見笑。謝謝。好，咁喺呢個時候，有一位樂壇裏邊嘅知名人士，佢對白光姐咧都係好仰慕嘅，就係小鳳姐啦。白姐你好，非常非常的高興，在今天晚上有這麼好的一個機會，能夠看見你的風采，真的非常的高興。這個花，我是代表所有今天晚上在座的朋友向你致敬，謝。小白光徐小鳳送俾正白光小姐。大家都知道，我喺最早期初唱歌嘅時候呢，我就揀咗白光姐姐嘅一首《戀之火》作為一個參選嘅歌曲嚟嘅。咁呢首歌曲呢，可以講得係令我帶嚟好運嘅。我亦都好多謝白姐呢，喺唱片裏邊呢，亦都係指導我唔少嘅。好多謝你，白姐。咁係。與此同時，我哋都係有一朵花咧，係送翻俾小鳳姐，多謝小鳳姐。多謝小鳳姐。